咁其實成日都有諗下，如果有機會有陣時過嚟住下2、3個月都幾開心，日日都咁熱，唔使諗襯衫，日日就背心牛仔褲，背心牛仔褲，我好似好爽咁。幾熱我都唔怕，我係好仲係好怕凍，幾熱我都唔怕，同埋幾熱唔開冷氣我都係冇問題嘅。你睇下我幾能夠適應熱帶地方。咁睇下將來會有機會啊！有陣時過嚟少住2、3個月都應該幾開心，去下啲嗰啲咩嗰啲街市啊，食下啲街邊小食啊，真係好開心嘅冷氣。咦！我聽晚就可以食榴蓮啦，有咩榴蓮好介紹啊？黑刺，仲有咩啊？係咪有個24咩啊？24D 啊，24A 啊？咩啊？影到啊咁黑，係要舒緩啊！好，你翻去美圖秀秀咯。好，演唱會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咯喎。都差唔多㗎啦，你嗰張飛包2個零鐘㗎喎。開唔開心啊？大家都要慢慢接受我自己同我歌迷都慢慢成長到一個，其實都唔使 encore 咁多首啦，大家都要趕住翻屋企湊仔啊，翻屋企瞓啊，又攰啊，今日又做成嘅嘢啊，眼瞓啊，又個仔啊等住你翻去，大家都去咗呢啲年紀啊，翻去有啲仔啊女啊等住你啊湊啊，咁所以我都唔阻大家啊，有幾位大家謝謝，大家又揸車長途跋涉係嘛，所以唔好搞到咁夜啦，喺度咧送今晚最後一隻歌俾大家，真係好開心。今次雖然我大部分都唔認識台下觀眾，你知我叫鄭實文，但係我唔知你叫咩名，但係我感覺好似見翻啲老朋友嘅感覺，係老朋友啊，唔係朋友，已經係老朋友嘅感覺，係有一種好似又見翻大家好開心，好似有一種聯繫，一種無形嘅聯繫。呢種聯繫我諗就係嚟自我嘅音樂，我咁多年我嘅音樂或者我嘅電影世界，我裏面嘅角色就好似陪住大家成長。咁而家大家都去咗人生唔同嘅階段，我只好希望大家喺自己呢個人生嘅階段都可以揾到自己屬於自己嘅快樂，屬於自己嘅奮鬥，甚至屬於自己嘅夢想。唔好話40、50歲做都冇夢想，其實40、50歲都可以有夢想，都可以擁抱自己嘅夢想，做自己想做嘅嘢，健健康康。咁我希望下一次離開演唱會唔係10年，應該唔使10年嘅。咩啊？關許台咩事啫？唔使10年。希望下次再嚟係好不久嘅將來啦。咁喺度真係要送今晚最後一隻歌俾大家。呢隻歌雖然唔係一隻好舊嘅作品，但係我相信在座應該大部分人都聽過。呢隻歌亦都好啱我哋啲年紀去聽嘅。我們都是這樣長大。